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14，旧历的12月20，礼拜二。这个月初二，国军的乌鹰直升机伫新北市有内发生着意外，有8位将官不幸来殉职。国军今仔日伫空军上山指挥部举行联合公祭，蔡总统讲，8位将官来殉职是国家重大的损失。为了要表达对国军的支持，3项新的加急的方案开始来实施。而这个公祭现场，一幕搁一幕追思的影片，是互人看甲目眶红。8名乌鹰直升机英勇殉职的将士联合供电典礼现场，这追思影片，和一代开家属忍不住流目屎。从穿上军服那一刻起，每位军人已经将自己交给了国家。总统蔡文对阵8名殉职将士，其中参谋总长11名，对阵为1级上将；政治局副局长余清文等6位殉职的军官，嘛对阵一阶，并且受勋，已经是1等士官长的国防部总士官长韩正宏协办9等勋徽勋章。这8位优秀的将士殉职，不仅是国家重大的损失，也让我们感到十分的心痛与不舍。总统嘛当场宣布，空降特战勤务加急飞行军官束缚奖金、士官长专业等等新的加急方案，行政院已经核定。身为3军统帅，我会给国军弟兄姐妹最大的支持。除了正副总统出席，包括总统府秘书长陈菊、准副总统赖清德等官员，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、那历的政要拢来参加。连球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到第2殡仪馆火化，这将士为国付出的精神，永远会留伫咱国人的心内。